同樣係做護工護理員，但係原來咧喺唔同嘅地方工作咧係有唔一樣嘅待遇㗎喎。首先我哋講養老院啦，原來國內嘅養老院嘅護工每個月嘅月薪大概5000至6000蚊。咁呢5000至6000蚊裏面咧，我哋就有一個比較舒服嘅工作環境，因為所有老人家咧識得行識得走嘅，咁變咗咧佢哋咧就可以比較輕鬆，而且咧同啲老人家嘅關係亦都好好啦。平時又可以傾下偈講下笑，咁就一日咯。護理院嘅情況咧就有啲唔同啦，因為咧可能要照顧一啲不能自理、長期臥床甚至乎癱瘓嘅長者咧，個工作咧都會比較辛苦啲嘅。但係咧一般嚟講，過咗3個月之後就可以攞到7000至8000蚊嘅人工嘅。另外咧，如果喺醫院嗰度做護工嘅話咧，嗰個環境同埋工作量咧一定會比呢個護老院同埋呢個養老院為差嘅。咁可能會更加急促啦，更加繁忙啦，有時可能咧就會唔夠時間食飯，相對上嘅人工就更加會高啲啦，有8000至到10000蚊。咁但係留得低落嚟嘅咧，都係能力同埋情緒都可以控制得好強嘅人。咁最後咧就係居家照顧啦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上門照護。咁即係按住老人家喺日常生活裏面喺家居嘅節奏裏面，我哋做照顧，包括照顧佢哋嘅飲食啦，佢哋嘅食藥啦，或者佢哋嘅痛症復康護理嘅。如果同屋企人相處得好嘅話咧，呢一個嘅選擇係會更加有自由同埋更加有人情味，而且咧成個嘅節奏同我哋基本嘅生活節奏亦都係一樣嘅。咁啊護工咧亦都會覺得更加工作舒適嘅。總括嚟講，養老院咧工作比較穩定，護養院需要專業，而喺醫院咧個節奏又好急促喎。所以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老人家同埋長者嘅家人，佢哋都會選擇居家安老、上門照顧嘅。作為護工嘅你，會唔會都會選擇去行入呢一行？小紅書